條地鐵終於就嚟要通車啦！工程進度去到邊一步？娟姐今日帶你嚟現場實地考察下。咁我哋依家嚟到嘅呢，就興中站嘅一個施工告示圖啦，上邊好清楚講到啊吓，我哋嘅圍蔽施工時間呢係23年嘅10月份到26年嘅10月份嘅，所以27年通車應該冇問題嘅。蘭珠城際中山段呢，一共全長呢係47.6公里，總共規劃咗呢係有9個站點嘅。截止到今年1月份呢，就已經有6座車站呢就封頂完工噶啦，分別有呢石岐站、旗江新城站、旗江道站、香山站、中山港站以及民眾站嘅。咁你透過鏡頭呢係可以睇到興中站入邊呢仲響度密鑼緊鼓緊施工當中嘅。興中站呢一共係設有2層嘅一個站點嘅，並且呢我哋總建面呢係去到2.88萬平方嘅，佢係沿住我哋中山興中道嘅兩側，分別都會有2個出入口嘅。而且興中站呢，佢係具備咗後期連通江門、佛山嗰條地鐵線嘅一個延伸，係做足準備嘅。咁你期唔期待中山地鐵嘅開通啊？想知唔知中山地鐵更多嘅資訊？關注娟姐，後期一一幫你解答。